12暝汉光41號演習，今仔是上尾日咯。花蓮機場早起有C103幻象，佮 IDF 等戰機起降。伫花蓮台東甲外島，早起嘛進行輪成的防空演習。花蓮縣長徐正美嘛親身導導。5架C103空降路，汉光41號演習最後一日，再起花蓮機場正熱戰，分別起飛的戰機有新竹空軍基地幻象戰機、IDF 戰機等。實兵演習特別結束，官兵進行下地，重親作戰最後階段。天色大光，增加運兵車在花蓮市中向路甲嘉樂河頭前刷電動，特別早起花東甲外里島縣市舉行下電輪成防空演習，志工所民眾配合演練，護頭區的保護頭部，花蓮縣長徐正輝也親身來巡視。那目前剛剛有辦公的民眾也已經做緊急的避難的一個整理，已經疏散，那也到我們樓下去做一個避難。在平時多一分準備，在戰時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更加清晰。我們公部門能夠安定、非常從容來領導我們的鄉親，我想相信也就會很安心，所以我們要很慎重。消防車到現場拍火，吉安車站內底有民眾無意受傷等待救援。民警員受傷為親像真的共款，甲前3日無共的是，18演習時間毋是下晡，是早起10點到10點半。民眾若聽到防空警報，都要趕緊就近疏散避難。違規人上懸刑罰15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